澳華養老 ANHF 45週年暨 Fond 療養院籌款電影放映會日前喺 Chatswood The Concourse 劇場隆重舉行，吸引咗近500名嘉賓嚟到現場。當晚活動非常精彩，除咗欣賞電影得寵先生，電影男主角鄭丹瑞阿蛋亦都親臨現場同觀眾進行互動。電影放映前，澳華養老特別安排咗酒會同埋拍照環節，大家紛紛把握機會同阿蛋合照留念。隨後，澳華養老董事局主席雷文傑女士上台致辭，衷心感謝長期支持澳華養老嘅各界人士，特別係梁士超先生，佢多年嚟致力於社區慈善事業，呢次更大力支持 Fond 療養院銀谷流芳冠名捐贈計劃，捐贈咗88幅珍貴嘅銀谷爪畫作，為養老院增添文化氣息。俾我呢係題材好豐富，所以我畫咗88幅，其實可以畫到100幾幅、120幅都得嘅。不過88幅係一個好意頭，咁我88幅啦。隨後，鄭丹瑞阿蛋亦都受邀上台致辭。佢感謝澳華養老俾個機會佢能夠參加呢一次電影放映嘅活動。佢提到佢曾經參觀位於哥頓嘅黃應榮療養院，親身體驗到澳華養老為長者提供嘅貼心照顧，佢深受感動，更表示呢一個係一項極具意義嘅社區服務。當晚嘅重頭戲一定係播放電影《得寵先生》，吸引咗全場觀眾嘅目光。電影講述一個獨居老人嘅生活故事，引發大家好多共鳴。電影結束之後，鄭丹瑞先生同觀眾進行深度對話，分享佢對角色嘅理解。佢表示，電影入邊佢所飾演嘅獨居老人角色，真實反映咗好多現今老人家嘅現況，特別係亞裔長者。由於好多嚟自亞洲嘅老一輩都唔習慣表達自己，容易同家人之間產生代溝，導致大家嘅關係緊張。佢希望透過呢部電影提醒大家要多啲包容長者，同埋俾多啲耐心，等佢哋能夠好好咁融入社會。解釋都唔會明，呢個係好多時係兩個 generation 兩代嘅誤會或者嘅隔膜，就係我選擇唔去理解，我唔聽，我唔明。你點解釋我都係覺得你唔啱。咁呢啲我將呢啲就係擺晒喺呢一個角色入邊咧。我哋要選擇唔 observe 可以嘅，咁繼續我哋自己嘅生活。但係係啦，屋企有好多有自己嘅長者，或者你見到人哋嘅長者，你選擇係去 observe 之後，你點樣去 understand 佢？咁你問又係問點解咧 ？Why 佢喺呢個情況？然之後你可以點樣 reach out？呢個係三部曲，呢個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嘅。最後，阿蛋好感謝居住喺黃應榮療養院嘅一位院友，一針一線咁樣繡出一幅美麗嘅作品送咗俾佢。佢亦都將自己非公開發售嘅書籍作品《100種常見疾病》贈送咗俾澳華養老，等大家能夠了解更多嘅健康資訊。澳洲社區快訊報導本地華人資訊，歡迎觀眾以及各大商家提供不同社區資訊。我哋嘅報料電子郵箱係 news@ace-aus.com。我係最新嘅 AI 專員 Miss Ace。